合报，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26年前经办白晓燕命案的时，为南非军官的处理抛出来红鞋仔，当时专工到洛杉矶飞去旧金山给侯友宜介绍天。手举国旗小览，伫台顶感谢侯友宜。伊是26年前白晓燕案件，侯友宜为南非武官因兜冒出迄个红鞋仔查克。 即嘛已经26岁，专工为洛杉矶赶去旧金山，感谢伊温情人。侯友宜是真感动，查克嘛表态介小天。 I think he cares about the Taiwanese community extremely, and I think that community is extremely important. And you can see by everything that he's done while he was a police officer, how much he really does care about the community, how much he cleaned up the country, and like that didn't happen without him. So you can't really ignore that. Sure. 侯友宜旧金山交宴超过550个人，伫交保的欢迎之下入场，大概是大力的烧敬。侯友宜嘛参访旧金山交社、甲国父纪念馆等等，嘛有去圣马利公园，甲孙中山当上致意。不过侯友宜去旧金山的重点是参加2023涉国高科技论坛。伫会中讲，伊若选调了后，台湾未来高科技产业全球布局会对美国减少外靠中国。我们会跟美国的友岸外包的策略是一致的。 像我们的台积电，除了到美国、到日本，也到欧洲去了。慢慢的对大陆的生产的制造的生产的依赖就相对的减少。友环外包是拜登政府最近这几年大力推出的政策，甲信入友好的国家建立供应链对抗中国，慢慢脱离中国。这场论坛包括加州众议员罗达伦、甲地方市议员，还有涉国科技高人拢有参加。迄若敢会烦恼引起中国的不满。 侯友宜强调讲，国家安全甲经济贸易，唔但爱思考效益成本，嘛爱考虑风险。美国行程结束，侯友宜伊无替家己拍分数，强调会为深化台美关系全力来拍拼。记者综合报道。